再来看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去立法院质询，林佳龙是强调讲会来推动价值外交，对12个友邦的邦谊嘛真有信心。另外，针对解放军的军演，前美国国防官员鲍斯克是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爱明确来表态讲会保卫台湾。林佳龙嘛表示讲，美国、日本甲台湾会共同来面对两岸未来的局势。回到立法院这个熟悉的地方心情是很特别。头一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登来到立法院质询，林佳龙做好准备。前日刚已经拜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各党立委，对任内展望，林佳龙强调会推动价值外交，有信心坚固12个友邦的邦谊，也建议赖总统适时出国访问，国讲有国家希望进一步深化跟台湾的关系。我们现在也确实有一些国家想跟我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有一些我们的邦交国的周边国家可能也觉得说，跟我们交往也有很正面的地方。不过中共的威胁对调调，亲像持续打压咱国加入 WHO， 也是举行围台军演。前美国国防官员鲍斯克伊就写予媒体讲，呼吁总统拜登应该改变战略无明讲的政策，明确表态保卫台湾。对这件代志，林佳龙是讲，中国想要塑造台海新常态，外交部要结合理念瓦近的国家，共同做好因应，维持台海的和平甲稳定。理念相近的国家，大家不只是支持台湾，而且我们可以呢协调来一起来确保台海的和平跟稳定。对立法院最近才拄通过国会这款相关修法，过程中争议不断。在野党提出林佳龙在担任立委期间完有类似的提案，所以以趁机会来驳回。是属于调阅权不是调查权，它不是对人的调查权，或者是说因为无限去扩充，更何况我没有去提表示国会对这种字眼。林佳龙表示，未来在行政甲立法的制作，家己会全力配合立法院的运作。不过国会这款改变所产生的疑问，也当依照宪政程序表达无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